美丽雪景继续来到屏东的北大武山，透早出现着树挂，未少人拢翕到这个梦幻的美景。这个规粒山是嵌一层银白色的雪，都亲像是进入着银白色的世界，互山友拢真兴奋。也毋过这个树挂扬起了后有危险性，这个路面是搁较淡、搁较陡、搁较歹行。 北大武山拢是树挂，规粒山拢是白色的。树仔拢穿一件白色的衫，放一个吹，袂输伫跳舞，美丽佮梦幻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日头一个照，看起来佮较水。 那经山友发现，在步道的8K， 也就是大5尺以上的人线上面呢，发现有产生这个雾凇的情形。今日日透早，山总温度干那5度，树挂大爆发的美景有真侪山友赶紧翕。北大武最近几年来拢有这款的美景。这个树挂是因为冰水去滴到地面上物件，快速的结冻，形成白色也是牛奶色，一粒一粒无透明的冰。 雾凇消退之后呢，步道就会变得相当的湿滑啊，一定要注意保暖以及注意这个登山的安全。也就是提醒咱乡亲过到了这树挂，若退冰的时，路会变真滑，无论是上山还是落山，一定要真细致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